计处啊，半暝3点外回烧厝，一个靠我5个人有3个凋零的火缺，一个是厝主，一个是厝主4岁后生，一个是厝主同居女朋友的21岁查囝。消防队冲入火场，把3个人救出来，但是敢若厝主救有转来。另外2个家弟啊，抢救无效死亡。警方初步来调查，是厝主33岁后生涉嫌放火烧厝。讲伊甲这个厝主的同居的女朋友有几10万的债务的纠纷。火烧厝进前，因2个人冤家冤甲真厉害。了后，这个33岁后生驶车离开了后，就火烧厝咯。云林岛南一间面体，半暝3点13分庆出白烟，规条路是烽烟散布。穿蓝色洋装的人是厝主的同居女朋友，因为厝的后尾门走出来，走到街路顶大声喊救人，佮冲到厝的头前，喊甲卡软伫涂骹白，刷了个厝就导火烧起来，大火将厝顶烧甲烫烫过。这间厝是住一家伙仔5个人，厝主33岁后生，伫大火发生进前，也就是半暝3点12分的时阵，为厝内走出来，开车逃走。过无偌久，厝就来导火请烟。房子起火燃烧以后呢，45岁的刘姓女子呢，赶快跑出来寻求救援，邻居呢也赶快骑着机车拿到附近的消防队。不过当时呢，包括杜姓男子以及他的4岁的儿子，以及包括刘姓女子的21岁女儿，全部都还受困在火场里面。消防队赶到现场冲入厝来救人，发现56岁厝主甲4岁后生，也有同居女朋友21岁查某囝，3个人拢昏倒伫房间内。抢救出来了后，紧急送往附近的病院急救。厝主是救回来呀，也过4岁后生甲21岁查某囝抢救无效来过身。吵架的声音。吵架声音。对啊。差不多几点的时候？8点，我是听到是8点多啦。有时候争吵声你们都会听得到。拢听得到啊。厝边拢讲发生火灾的前一暗，有听到这个火仔在冤家。伫咧厝烧起来进前，33岁后生又搁先走出来，载这台轿车走去顶拿，结互远警围捕的时阵，搁想要将车弹地注意走。他有换交通工具，有换交通工具。那整个换的交通工具，我们都在掌握当中，所以相关的动态在哪一个定点，事实上专案小组都有陆续在回报。警方伫火灾发生了后的5点钟，抓到换车逃走的33岁后生，伊技术是因为含厝内的人有债务纠纷，去冤家了后就放火来烧厝，害死伊共爸购买小弟，也有老爸同居人的查某囝。Hello， 我是谢嘉璇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